那这个工程呢，大概有383公尺的一个护岸的一个整治。那其中呢，我们还有再加上32座的一个固床工。那我们在旁边的一个护岸整理完之后呢，也铺设了一个稻草席。那我想这个工程完成之后呢，能确保我们整个松脚溪还包含它主流的一个避免土石冲刷，保护我们河岸的一个安全。那它在整个河道整治完成之后，当然对我们的那个二仁溪的下游来讲，它也确实有做到一个保护的一个程度，它避免土石的一个冲刷，而且它增加一个河道的一个通洪断面。感谢市政对那个野溪的整治原本像如同后面这样子杂草丛生了那个水位一直在高涨没有疏浚那个淤土淤泥特别的多了其实百姓最怕就是淹水淹水一到的话，整个财产整个家住屋都很难去解决了。所以透过这次野溪的整治造福地方所有的百姓的福祉。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近年来，极端气候常形成短时间暴雨，造成山区土沙冲刷及淤积，引发下游大规模灾害。台南市山坡地范围占总面积的38%，山区范围广阔，因此山坡地的野溪治理相形重要。台南市政府将持续争取经费挹注，加速完成山坡野溪治理工作，来降低坡地灾害发生几率，让市民生活更安全。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关庙区田中1号桥的这个上下游整治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明显的一个对比，在桥的上游段就是完全是杂草丛生。然后这个完全是土堤，然后其实也没有土堤，是土的岸，河岸。那在这野溪是无名野溪这种无名野溪坦白讲是很多的如果说不好好整治的话，就土石会一直崩落下来造成夹带大量的泥沙，一直到下游的河段，那河岸河床就会垫高，那每次整治就是旷日费时，而且事倍功半。那如果我们在上游先把它这个整治起来，可以看到这个桥的一边上游段是还没有整治，下游段就已经整治了，就完全有天壤之别。总之要把过去常常发生的这个水患在今年未来能够降到最低，对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是提高到最高。我们会再努力，这种治水的工作没有最好了，只有更好。那唯有持续的投入这个经费，以及我们好好的自主管理会做好。我们地下游有很多防灾社区，那上游有很多野溪整治，从民众自发的防灾意识，跟我们上游的政府的这个工程努力，希望能够治山防洪的工作能够有一次比一次更好的这个成果。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16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针对6月初桂林医权发生的枪击案，议员陈嘉欣在总质询，除了检讨警察局面对暴力刑案要安怎作为以外，嘛要求要在医权加装监视器，不止顾着治安，嘛兼顾交通事故，避免遗憾再次发生。因为桂林医权的市中心6月9号发生枪击案，互普设地方相当惊吓。毛议员郑嘉欣伫总质询检讨去年单市发生暴力刑案到3件，造成民众不幸过身的高比例，进一步要求警察局一定要有所作为。我想要知道说，你上任以来发生刑案后死于非命的共有几人？光是这2年，从去年到现在就已经死了3个。今年就是这一件，就死了3个，不是吗2月9号这一件。去年有2位而且今年的枪击案件2件比去年同期还下降了。对，也就是说从去年到现在已经死了3个嘛，这是事实嘛？那比率是不是高于在你还没有来的这些局长？那我想要请问一下方局长，你有什么样的
侧进作为。自从这件事情6月9号又发生了一件在我们归仁圆环，而且又是在市中心，你针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样的侧进作为？跟议员报告哈，治安的，因为坦白讲，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很多民众也打电话来关心啊，大家都很 shock， 连包含本席，我住在归仁那么久，我也是觉得非常的 shock。我觉得治安是真的是，毕竟再怎么样，我们要共同讨论出。去年一整年我们的枪支的一个绩效件数哦，在警政署的统计数据里面，我们是6都取缔查获枪支的第2名，仅次于台中市，这是有数据可考的。对，我跟易作霖报告，我们对于枪击案件绝对是重视。为了这件严权枪击案，毛议员检讨警察的执勤包山包海，烦恼治安的死角愈来愈多。强烈要求一定要设立监视器弥补，不只顾治安，相信买当大降低交通事故。对此，市长表示，治安的热点一定会优先评估。还原到现场，我们还是要靠监视器，毕竟警力不足。那你有个监视器，24小时在那边帮我们防守，这为什么这不重要吗？一定要等到事情发生了，我们才要来检讨吗？请问市长这边可以允诺吗？我们也请警察局优先评估，基本上警察局在评估的时候都会以治安热点为优先考量。当然以治安热点，问题是归仁圆环已经发生，像6月9号已经发生这件事情，所以它就是一个治安热点，警察局会来评估这部分。除了治安交通热点的监视器，由我嘛针对86号快速道路加开机车练习场一并要求检讨增设。台南新闻军籍林银根采访报道。议员创专的总集选以打造幸福好徛起的国际城市为主题，提出在疫情过后持续推动国际音乐节，同时嘛关心台南火车站甲新华老街店文化资产的维护，要求文化局一定要配合中央的守护工程，善尽监督的责任。有86栋历史的古镇古迹，台南火车站将来进行古迹修复，不过却传出无提报审议，真侪设备都被卡掉，成为中央开单处罚的第一例。对此，议员创专伫总集选嘛表达痛心，要求文化局针对中央的古迹修复工程，嘛要慎尽监督，避免遗憾再次发生。自己没有努力的去做功课。然后自己睡着了，大家相信中央，这嘛不对啊！我们是互相的，可以互相的一个提醒哦，不是分上下级哦，就是说这种情形，如果说同时在我们这边进行这个修复的工程，即便是中央的，我们地方政府也责无旁贷，也要不定时的去关心了解。我今天坦白讲，如果是中央地方不同政党执政。哦，另外一个竞争的政党绝对定得死死的啦，因为我们很相信，对不对？但是这样一旦发生这种事情哦，大家免不了还是对我们执政当局会觉得打个问号哦，这嘛是遗憾呐，所以我们不要让这种憾事这样子的一个发生哦，这个都有责任在啊回去思考一下有什么机制跟预防的一个机制哦，监督机制。在它的工程方面，如果有需要台南市政府来协助，甚至代办的，譬如说我们就有代办国产署的三山国王庙的修缮，所以这个部分基本上陈如议员讲，地方上可以就近来什么协助啊，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文资局这一部他们应该下个礼拜还会再来会看一次，所以需要市长也只是说中央需要我们配合什么，我们就全力来协助，因为只要是在台南市的文化资产，那我想。我们都应该去关心，应该去投入了。议员进一步嘛针对古迹门面的活化再生提出检讨，其中以新华老街永达病院为例，议员强调这是当地第一间巴洛克式建筑洋房，相当有历史意义，加上厝主嘛有理念保存，要求文化局全力协助。这个门面的部分我们找到了老照片，这个老照片是有3楼的，我还是希望说文化局能够协助，就是说总是官方的一个资源，跟我们自己民间自己出钱去盖成这样的，是意义不一样的，它可以留下相当的官方面的一个资料。在上个会期，议员就有跟我提到这件事情。那其实
来协助民众来把这个立面来恢复，其实我们都很乐意。那这个部分我们也跟屋主也跟委员都讨论过。第一个是跟屋主索取说有没有相关的图啦，建筑图无啦吼，简单的设计图嘛无要紧吼。这第二就是讲委员大家对这件代志的重视是安那，因为要经过审查嘛。那现在就是委员说，如果有找到图，这个部分委员会比较认同。但是如果只有照片，依照照片来修，其实包括建筑师也好，包括公办，大家都有一点担心呐，怕修的四不像，到时候又被批评了。议员伫总集选除了关心文化自杀，嘛提出国际音乐节等城市的环境，希望伫理性监督之下，甲市府成为合作关系，共同为公共决策来努力。台南新闻管制林银根采访报道。垃圾一直是环保真头疼的问题。议员吴宇环伫个总集选，就关心台南市可能发生的垃圾危机，包括高雄拒绝收咱的事业废弃物，以及城西永康两座焚化厂的营运管理，加上空气污染造成民怨，伊要求市府爱提早应用。高雄焚化厂因为长期协助咱处理事业废弃物，不过去年9月开始，因家己的处理未完，拒绝收取，除了造成处理费用起价，对每栋7000块到2万块，也无厂商愿意处理。加上城西焚化炉老旧，每一天对900栋处理量到只剩600栋。毛议员吴宇环伫总集选烦恼台南的垃圾危机，询问到底目前处理状况如何？从去年9月到现在，很多厂商一直陈情，废弃物被环保局强制减量来做处理啦，废弃物没有地方可以去。那些本来应该要到我们冈山仁武焚化炉代为焚烧的这些废弃物，现在在哪里？有掌握吗？跟议员报告，其实高雄缩减之后呢，原先我们在110年呢，高雄帮我们代烧了大概有3.5万吨到4万吨。那这个部分不包含这些民间业者，那包括民间业者的数量呢，恐怕还大于这个部分。那所以因为高雄这样减收之后呢，那造成一些回流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目前呢规划一些用打包暂置的方式呢，将这些事业废弃物能够打包暂存，等到日后我们新的焚化炉盖好之后呢，可以有这个余力量的时候，再把它拿回来再烧。根据了解，环保局除了盘点台市3处的公有掩埋场，和厂商标组来暂时对抗处理，嘛积极推动更新炉。律师议员也烦恼永康焚化炉的处理量减少，加上空气污染，拢有地方原声四起。律师环保局长强调，随时监控，并无超过污染标准。议员强调，不断累积的事业废弃物已经成为社会无定时炸弹，要求环保经发局一定要想尽办法来化解可能的垃圾大战。台南新闻管制林银根采访报道。时代力量台南东部16号召开记者会，由党主席陈椒华立委主持，宣布提名陈建大名参选安南区的市议员。连同现任的议员林义莹，以及前一波提名的李冠霖，发出3色专条，力拼党团的口号。立委陈椒华表示，时代力量的议员专业问政，受到真侪民众肯定。参像是台南永康区现任议员林义莹，就多次获评为优质议员，以此为根基，为壮大政党力量。目标要伫各地县市议会，拢至少要有3位议员席次，组成党团。16号伫十里台南东部召开记者会，介绍这次选战阵容，画出3席全上，力拼党团的口号。3席全上，力拼党团。时代力量这个政党，我们希望把从2015年倡党以来我们的努力，能够让大家看得到。所以在2022，我们的地方选举也是我们今年非常重要努力的目标。那在过去有几次记者会，我们只公布李冠霖参选中西北区。那今天我们也要正式宣布，我们现任议员
李玉莹也将参选这一次这个连任的这个努力。那今天我们特别也介绍新的参选人陈建大明。安南区台南市议员参选人陈建大明表示，一定2000年为美国返来台湾，就担任高雄博尔艺术开创团队艺术总监，所参与推动的公共事务甲社会运动，拢伫咧提升公民意识甲公民美学。现在返来到安南区选议员，就希望用美学增加城市的营务感甲竞争力。在台南的发展过程当中，已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就是用美学来增加这个城市的荣誉感，以及产业发展的价值感。所以呢，这一次回来就是希望把过去的国内外的这些经验，以及过去20年来在台南推动台南市社区大学、安南区的台江分校大庙新学，还有台江文化中心，还有我们台南的老屋新力。都是过去我参与的一些重要的一个计划跟活动。那在大家政府以及民间通力的合作之下，也展开了非常好的一个成果出来。那接下来安南区呢，已经人口快速增加，道路建设也呢接近一种饱和的状况。所以其实安南区的发展，它应该要重视的是一个更细致的一个美学的管理。现任永康区市员林义莹表示，时代力量专业门前倾向大众认同，常常有民众跨区向伊定情，但碍于只有一些力量，所以非常期待未来会当甲陈建大明以及李冠霖组成实力战队，共同为民服务。时代力量不管是从以往在立法院，还是全台湾各地的地方议会，其实我们都塑造了一个被民众所认可的，我们的问政的努力，其实大家是看得见的。所以这种强力监督、理性问政、不畏强权、揭弊的形象，让非常多其他跨选区的民众有时候也会来找我来澄清。那我都非常努力的，希望每一个都能够帮助到。可是碍于只有一席的力量，真的台南幅员辽阔，所以我非常期待未来大明冠霖我们一起组成实力的台南战队。台南市中西区北区议员参选人李冠霖表示，伫地方拜票时阵，会当感受到真侪民众对着时代力量有所期待。时代力量作为第三势力的政党，应会做大党唔敢做、唔敢讲的代志，为市民谋福利。时代力量作为一个第三势力的政党，我们想要做大党不敢做、说大党不敢说的事情。从我们陈椒华委员在中央监督我们的卢查案，到我们的议员在地方努力的推动核房税，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时代力量不畏强权、不畏财团的精神。同时，我作为中西北区的参选人，我家世世代代都居住在这边，我希望回到这里来贡献。时代力量伫台南推出3位优秀人才，投入年底选战，希望会当3席全上组成党团，将更多市民的声音载入去议会。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经过卫生福利部统计，109年恶性肿瘤当中，胰癌发生率是女性癌症排名第1。如果早期发现、早期治疗，5档的存活率比其他的癌症较悬。奇美医学中心得利用中医占药并用，不但增加患者的生活品质，嘛减轻化疗的副作用。台南市一名40多岁的女子，因为胰癌无及时来就医，拖了2档外年房的硬块皮肤出现溃疡，而且搁来闪花。后来就医诊疗，发现是乳腺癌第4期。而且已经转移到淋巴甲细胞，已经无法度开刀来治疗，只用的靠化疗和状块来变小。经过奇美医学中心中医癌症的辅助治疗，目前溃疡的部分嘛已经有小可收缩。中医大概对于乳癌的
的治疗上面的话，第一种的话，常来中医门诊的常会是因为化疗或放疗之后的后遗症的影响。那化疗的部分的话，大概就是像说，有些人化疗后可能会拉肚子啦，或者是有些人化疗后可能会便秘啊，或者是说呢，有一些像说食欲不振啊，或者是说掉头发啊，或者是像手啊脚啊，这时候会有一些皲裂的状况。那这些都可以借由中医的辅助治疗去减轻这些副作用。那另外来的还有包括说像手术之后的后遗症也是有的，有些患者可能手术之后呢，这时候呢就会有一些淋巴水肿的状况。那通常这种淋巴水肿状况的话，我们可以借由针灸去疏通经络，去帮他减轻这个不舒服的状况。基美医学中心中医部医师陈浩君表示，请看的年癌患者会到中医来门诊，大部分拢是因为化疗或者是放射治疗的副作用。经过中医的调理甲针灸的治疗，必要时配合复健，对着病情拢有真好的改善。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因为怀念家乡味，对一寡跨国来台的印尼移工来讲，一间位伫高雄火车站附近南华路的餐厅，就是因伫下班的时间放松心情，阁会当食到家乡美食的好所在。来看记者的采访报道。经过烟熏的酥脆鸭腿，点缀上以红绿辣椒为主的调料，鲜香微辣的香气扑鼻而来。一刀切下后，却呈现出软嫩多汁的肉质，配上旁边的白饭以及清甜爽脆的青菜，哇，让人在视觉与味觉上同时满足。这道是巴厘岛的特色藏鸭料理，如此美味的外观，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名字呢？这个也是有故事的。然后以前在巴厘岛那边有一个餐厅，刚好是在田旁边。然后因为田旁边都是很多那个鸭子，就是在那边玩耍，然后玩跑到餐厅里面的把整个餐厅弄脏兮兮的。然后客人那边就是直接喊涨鸭，然后变成那边的餐厅的一个菜鸭肉的菜就变成长鸭这样子。一般人对于印尼料理的印象就是重辣重咸，然而另一道古来羊肉，用椰浆与浓郁的咖喱调和辣味，浇在饭上，让不敢吃辣的人也能一口接着一口停不下来。羊肉这个部分我们是用羊排骨，所以它有骨头也有肉，然后把那个整个里面的那个汤汁就很融在里面，然后我们用椰子浆。让它那个咖喱的味道，就是还有姜黄的味道，是很顺口。因为热爱做菜，也想跟台湾人分享心中的美味印尼料理，老板娘在全家人的支持之下，有了开店的决定。第一间餐厅就开在明华路上，主打印尼合菜。因为对料理品质与环境的要求，让他们成为高雄第一间获得以标准严格闻名的清真认证餐厅。刚开始就是因为我本身在台湾来也很久了，然后就是在台湾想要吃家乡的菜比较困难，然后只能就是自己动手了，然后就说要不要我们开餐厅，还是开小吃店？就这边我老公说，你要开就是靠好一点，就是给台湾人知道印尼的菜很好吃，然后印尼的人也很亲切。虽然初次尝试就交出不错的成绩，但老板娘却在这之中看到了一个现象，让她决定转换方向，给在交通方便的高雄火车站周遭开设以套餐与自助式为主的料理店。很多台湾人就是会带他们的看护啦，还是什么外籍劳工过来到我们那边吃，可是我都没有看过，就是印尼人自己来吃饭，所以可能就是餐厅吧，还是因为地点太远了。然后后来我跟他说，老公没有印尼人来吃的话，我想要开印尼的小吃店，然后让印尼人也是知道我们的在台湾的美食，在印尼的家乡的美食哈，在这边是主要给印尼人可以来区来吃饭，然后聊天，然后放松自己。干净整洁的环境以及精心制作的料理，难怪能连续2次获得清真认证的肯定。更重要的是，每一份道地的家乡菜都饱含了对同胞的真诚关怀。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采访报道。
感谢你收看6月1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